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各央视连连沙沙传出垃圾危机，尤其在云林县，也有问题，甚至到启用焚化炉的事情，在个受到讨论。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云林的状况。云林县明年会有350公吨的垃圾，代替100公吨，六天会提埋黑、烧黑，有差不多250公吨，按24批的样式来处理。今年头以来，中南部标出禽流感，焚化炉会停烧过多4个夜头，含个风采过后的废弃物，有10个样式的焚化炉，陆续提修正会停机夜头，按多的垃圾处理唔切，也如高毛材条同云林县停数的。云林县嘅垃圾都见都也有2万2吨按多，过多摆去派托其他的样式，大家有冇嘛很咯？先来看下云林嘅垃圾问题到底有一例何嘢？下晝3點，德魯斯嘅垃圾車準備好勢出發嘞。每家每戶都照固定嘅時間、固定嘅素材，啲記錄好等垃圾車來數垃圾。不過，有啲垃圾最終查過後，則唔條去送到哪去？每天产出垃圾，每天收取垃圾，然后出不去。我们一天的话收取是60吨，那你看，每天60，现在这边的话，我看大概是2000吨。因为施工所它是负责我们清运嘛，但是最终的处理的话都是由环保局在负责。所以之前的话，我今天要到高雄，我今天要到新竹、台中，这个都是由环保局来调派的。也特別係德魯斯標垃圾嘅場所，本單捐貨臨時標1-2年，不過有啲垃圾對今日嚟走落來就冇再過送出去嘅，對到從3按個，施工所行過最垃圾嘅基層營業，都講會都唔掉嘅。我们是在今年9月18號的時候收到縣府一紙公文，他希望就是說我們要共體時間，那自己去找地方，把這些垃圾找地方來堆置來安頓。为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收了那么多的家户垃圾之后，没地方转出去啊。然后就刚刚我们所看到那个厂里面堆积如山，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再没有找到出路的话，那这个地方再饱和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面對專業來就送唔出去嘅垃圾，也對前景營業無價無實，看林女強嘅啲嘢。對8月20日起時，垃圾就冇再過追出去嘅，捐貨留關起來嘅掩埋場打開來堆垃圾，累積到期大約堆約500公噸嘅垃圾。我們是100年9月開始轉運，8月的時候封廠，對，因為那時候就是政府政策可能有點，就開始鼓勵說就是焚化，而不要就是掩埋生垃圾。之前是環保局會指定我們焚化廠。但是就是他今年度就開始有說，焚化廠沒有量可以給我們雲林縣，所以就是可能要暫停轉運，就先堆置在我們的廠內，所以必須要先就原本的掩埋場區就是掩埋。到現時為止，雲林縣大約有26000公噸的垃圾，分散地各種城市的掩埋場冇就轉運站。目前我們雲林縣全縣的垃圾量大概一天是350噸，鄉鎮市公所掩埋場可以處理量大概是60公噸。那六輕的部分有協助麥寮跟台西做一個處理是40公噸。好，所以我們一天大概有250公噸的垃圾要委託其他縣市來幫我們處理。縣市幫我們處理的話，它一天的量大概是140噸到150噸。好，所以我們現在每天大概要堆置的一個垃圾量大概是100噸，可是沒辦法處理。雲林縣嘅垃圾，它有3股用2股都地上個邊頭我驗屍來停燒。不過今年做到見，中南部標出禽流感，焚化爐愛停燒，屍體的阿明我會壓掉，韓國在後廢棄物，又含有焚化爐水燒，天氣一到嚴嚴，唔數垃圾，故做雲林嘅垃圾無奈何去。那本身它是需要歲修。那有時候還有非計劃性的時候來歲修，那甚至天然災害等等的這些因素的話呢，都會導致焚化爐它本身處理的量能的減少。那一減少以後呢，那它就對於這個要被它接受協助的這些縣市的垃圾，它就沒辦法
短期没办法帮他处理。现时云林县一年要带100公吨的垃圾，为到解决垃圾危机，云林县政府当初现的同安夜市的大厦3万人要搭建，就要机场中央来填数。环保署无奈何会讲，家用垃圾尚系地方政府国内，环保署捐款3万元来填大厦。这些焚化炉的所有钱都是县市政府，所以如果要县市政府来同意协助的话呢，我们要取得他的同意。那一般县市大概都会愿意来帮忙。那我刚才讲是说，因为它本身如果假设这焚化炉它在税修的时候，那可能要半个月。各县市当然一定会有本位，这个我们当然都互相尊重。但是我刚才讲说禽流感的事情，云林县政府为什么要去收这么多外县市的这些尸体嘛，对不对？不收，造成更大的这样的伤害，不是只有隔壁的县市会受伤，我们云林县也可能会受伤，因为有些的这种传染它是会流动的嘛。那第二个部分 ，SARS 的时候，台北市这么惨烈，那 SARS 使用过后那些医疗废弃物送去哪里？送到云林县的私人的民间的焚化厂去焚化。那我们云林县政府该不该去本位？全台湾有垃圾危机，唔但淨係雲林縣，竟然包含台中、彰化、南投，咪陸續出現嘅垃圾嘅問題。今年初環保署將同地方政府打合體內垃圾處理計劃聯防機制，然後全國本州5期用跨期調度韓國合作來解決垃圾嘅問題。唔過也垃圾以下嘅按度3萬人有法度處理，又或者同呢邊去爭議，環保署冇抓做到垃圾量。没冇办法来整合，故所解决的问题。在整个监督过程里面，哪几家的焚化厂，它其实是还有余量，还有余量，这余量为什么不能使用？依照废铅法第8条里面，当遇到这么重大的垃圾的处理的案件的时候，牵涉到所谓的公卫，这个公卫没有在划区域啊，焚化的政策、公卫的事情是你中央应该要来统筹、要来主导的。不然我刚才特别提到区域的整个治理是谁讲的？区域的合作是谁讲的？是环保署嘛？矛盾的是，全台湾有26座焚化廠，係全世界密度前高嘅國家。照環保署嘅統計，全台灣嘅焚化爐總體處理嘅垃圾量，一年係24650公噸。唔過實際日常嘅量，桃園一年每漲17500公噸。相差係總世界處理容量嘅70%，垃圾焚化廠冇社會量有按度，用還會有垃圾危機呢。台灣的垃圾已經真的是不夠燒了，像台北這裡有3座，台北市平常在運轉2座，因為不夠容量，還去把內湖那個垃圾山挖出來燒的，那更離譜了。那為什麼沒有辦法把雲林縣的垃圾拿來燒呢？焚化爐它是24小時運轉，它進來的量，它要滿足它每天的量。那因為剛好這個大概還有35%空間，所以我們就代為處理一般的社會廢棄物。就喺講人嚟講，環保署講好啦，6535啦，吼6535啦，啊6535啊，唔係咪民生嘅70多嘅處理唔係咧，唔係調整下嘅比例啊，民生垃圾先處理好嘅，咱有存嘅咱嚟處理下嘅。政府在整个处理垃圾的态度里面，他难道不清楚一般事业废弃物已经在整个焚化厂的比例已经持续在偏高？那为什么会持续偏高？是你政府放任，是你政府不知道，是你政府让他去排挤到民生的垃圾。啊，從里面下來去啊到實批來去解決政策，去解決的問題嘅。冇實際標啊，提嘅去解決嘅問題啊，變啊去本一條財團去賺錢啊！唔一問講好啦，唔講去美包伊，啊唔買到演戲嘅，冇奈何社會嘅，唔用唔拿一個去美伊咯，唔用一天都拿新加坡去美伊咯，新加坡本來都嘅業主去搞去處理嘅事情。18月垃圾大戰，大家看到嘅焚化爐處理新加坡廢棄物發生嘅問題。企業製造出嚟嘅廢棄物，實愛用喺消費成本。本單係會處理家庭垃圾嘅焚化廠，也係實係賺錢嘅單位。焚化爐它免不了會
会以利润做考量了。为什么？因为它有 BOT 厂，BOT 厂是民有民营的，也有 OT 厂。不管 OT、ROT， 它的合约的设计基本上都会考虑到厂商的利润在里面。所以一个焚化炉日烧900吨的焚化炉，通常都会有250吨到300吨之间，让这个厂商自收，就事业废弃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它的利基的一个地方。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那现在只是每个县市的焚化炉，它把这个容量空出来去烧事业废弃物，大家都去赚钱了。那个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就做 BOT， 然后给厂商承包，然后那些操作的私人厂商都要去赚钱。可是环保署也回应说，那个只是少数比例，65%还是家庭废弃物这个部分。没有错，你35%的容量就有办法烧云林的垃圾了。现时云林县26000公吨的垃圾分散到各乡镇去，不过一年还可以增加100公吨。环保署长每个年就建议云林县重新评估再个启动林内焚化炉，来提高自家处理垃圾的能力，自家收自家垃圾，能够让这个已经建好的焚化炉能够营运。这样的话，你各县市就自己有自己的能力，比较不会受制于人啊。云林县这个量如果可以加进来的话呢，那这个整个它自己这个联防区里面的垃圾的处理，就自己可以自主，而且甚至还可以协助别人。